少。那也有啊，有比较有哈。啊，这是甜甜妈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这个是我们的龙岩宝宝，不过不认识他的没有来这边啦，叶建富同学哈。那这个是我们呢之前呢跟我们的理事长呢到台北世贸去做读经分享的，这个去年也是在去年哈活动真的比较多哈，去年。去年我们的顾问受赠，我们的顾问团好多，我们的理事长真的很棒，招了很多的同行同业哈，就是建商作为我们的顾问，顾问就是只出钱不要问，就是只出钱不要问。好，我有说过没有眼神哈。好，这是我们的理监事的整个受赠典礼。那这是后学我们这一次读经协会呢，这是花莲县教育处所办的这个读经说明，针对老师所办的哈，在做读经的示范教学。这也是去年度我们在明年国小的读经分享、读经说明会哈。那这再是去年的11月份在新社国小，我讲的国小都很远啊，你们可以想象，都在很海边，不就很山边，可见交通要去要很久哈。但是后学很喜欢一件事情，虽然后学没有去到那地方，我很谢谢我们给我们今天的总干事掌声一下吧，总干事来，我们再掌声大一点好不好？那后学喜欢哈，虽然没有办法亲临来到这个现场哦，有时候后学都会咨询他，到底我们座位怎么安排呀、怎么做，我很麻烦的，因为后学希望有一个距离感，有一个亲切感，他真的很细心，把照片拍下来，拍给我们所有的，寄给后学，后学再寄给所有的讲师，就如临亲临一样啊，所以真的是太棒了。我们是父母也要有这样的心态，如果是这样哦，我们的孩子将来哦。出门一定必贵人，因为懂得孝顺孩子，贵人一定很多哈。那么这是我们到10月1号到杏林国小的分享，我们读经协会，然后到明年国小的读经分享，到明慈国小读经分享哈。那我们都很主动的，我们都会说校长你好，请问学校贵校要读经分享吗？不用经费，有读经说明，有读经示范，有班级经营，3个活动在礼拜3的下午1点半到4点半，全套的整个的课程都跟学校老师免费的教学。那学校老师要不要？基本上都是要，只要我们时间允许哈。那这是在光华的学校的这个读经示范啊，这个校长不要怀疑，那天在讲说，一命213风水啊，是什么四季的什么读书的时候，这位校长竟然是奉我们的客家人。但是为什么要提他？因为我去到那学校，我问那个老先生，他在扫地。我说你好，老师，请问那个什么教务处怎么走？他就跟后学比那边去。结果后学在分享课程的时候，发现这老先生就坐在后面，就是他是校长兼工友。他说你不用跟我对不起，因为我一直都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真的超棒哈。好，这是到丰滨哦，丰滨可以想象很远的海边那一边，雪花莲的海边很美哦。对，我们的杨佩荣老师也跟大家也好高兴。不过呢，整个阵容哦，虽然这些老师可是全校读经那种感觉，真的气氛太棒哈。好，这是华人国小的读经的说明，这是光华国小，那西口国小那我们是社区有没有守护？有，不只是在读经班，社区的康乐国小的成立读经班那明理国小的我们晨间的读经的教学。那中正国小的读经的教学，那在美伦社区呢有成立，现在目前98年到现在4年了这是我们理事长去那边成立的读经班。那我们读经班成立之前一定要做一个读经说明，就像今天这样的课程那凤林区也有一个读经说明。那我们大理国小呢，这个大理国小来强调一下，97年做读经说明之后，持续到现在，这个全校读经不退转，而且读经没有减班次，而且呢，我们的读经会考每年到现在办了第7届至少到去年第6届老师不管换谁，哪一个老师，每天到5点要读经会考，因为我们8点就要入场，所以他在大理国小必须要在5点就集合，包一缆车来到花莲读经会考，到现在持续都没有间断。虽然全校只有60几个学生然后有原住民、客家，还有客家，还有闽南人，是大熔炉隔代教员也有很多，但是越是这样的学校，越需要我们去付出。那玉里呢，也成立了这个读经班。那我们在协会呢成立之后，办了非常非常多像今天这样的场次的特殊训练的课程，这是。
器做那个练习。那这个是第6期的读经研习，第5期、第3期、第2期，有第1期啊，因为上面不知道在哪去了。那所以呢，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要让他去探索生命。这个生命不只是这个家庭，不只是他自己，而是所有的大地的一切，一定要融入孩子的成长过程。每一个一草一木都是孩子最好的教材所以呢，我们最后呢，希望我们每一位的老师、每一位的家长、每一位的志工，姐妹在此深深一起恭。你们回去之后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要坚持一件事情，要坚持3年。什么事？来，我们一起念好不好？来，坚持陪孩子读经至少几年？3年。坚持做对的事，用心3年来，接着你们念来，帮助孩子扎稳一生之福。用心3年，让孩子一生受用无穷。用心3年，让儿子会感谢您。用心3年，不要操心。好的开始。是成功的爱。太棒了！所以洪涵教授讲了一句名言：孩子的胎教每一个都不一样，胎教10年不一样。那杨茂秀教授也讲了一句话：站在孩子的高度去看每一个世界，你就会看到孩子的世界是多么的逍遥，多么的快乐。希望孩子是在我们的陪伴，是在我们满满的爱一路陪他成长。这个孩子将来在国家、在社会一定是非常好的人才。因为国家真的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才，也更需要每一位老师回去到我们的岗位之后呢，用心的去把它好好的扎根去发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姐妹只能说来到这边是一个幸福。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点，孩子从这个点、这个面、这个线延伸出去的一棵树、一颗苹果、几颗种子。2颗种子，可是1颗种子种下去，1棵苹果树会长出多少的苹果？我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1颗种子，我们要好好的跟它酝酿。在哪个时候酝酿？就是我们的扎根教育，在0岁到13岁的过程里面，好好把经典。好的经典，我们的经典45经，要好好把它真的趁这个时间把它扎根进去最后呢，祝福我们所有的伙伴身体健康，然后呢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圆，出去都益好人缘，好不好？好，最后感恩，谢谢。有副学长的地方呢，地方的理事长在明天的课程提供，谢谢。好，我们感谢我们讲师的慈悲大众请起。好，感谢我们讲师慈悲前道一鞠躬，躬道一鞠躬我们以热烈掌声感谢。请坐下，各位志工们我们几件事情耽误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晚上有一个座谈会，我们讲师都是远从花莲过来的讲师所以他们晚上会住在这边。如果您晚上8点有空的话，可以一起跟他们面对面来做一个座谈针对我们读经方面推动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讲师都会一一为我们解答。
因为刚刚占用了5分钟。然后在茶水区的正后面那边有我们的签到哈，那我们有签到又要签退，所以待会大家都有空去做签退哈。那我们结束的时候就不用再做签退。然后呢，今天也要在这边做住宿的职工们呢哈，那个男生前大哈，我们就在这边的楼梯上去，2楼241、242都是可以住宿的房间。那分道就从这边楼梯上去2楼，2至6、2至7啊。那您行李在我们6点要合照的时候顺便提上去，然后这样就可以放到我们的寝室那边哈。那刚刚有发给各组。鳏寡夫妇会集德，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过物其己。不必常于立不其父出于孙也，不必为其事故，何必而不惊？盗窃乱贼而不作。物外富而不避，是谓大同。真的好棒哦！来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爱的鼓励，起来。好嘞，大部分的班员都已经就座了。那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部讲师2分钟的时间。我们谢谢我们的慧颖啊。那我们现在呢，假装呢我们现在在读经班。那刚刚呢，我已经上完了第1阶段的《论语》。那我要欢迎第2阶段的老师呢，我们不用刻意的去介绍，我们这时候呢，就用爱的鼓励来欢迎唐诗的李老师，爱的鼓励。欢迎，我们一起说要说李老师啊，欢迎李老师。谢谢吴老师。好，这样就是我们在做一个交接，就是读经班的交接，就是当我们一般从8点到9点半，可能会有规划4堂课，或许3堂课，不一定，20分钟，看孩子做的，就是你的班级学一起比较多还是这样哈，20分钟1堂课，中间都不下课的，要上厕所的，右手食指怎样？比1是老师，因为我们巡堂人员有这个荣誉老师嘛，会请他去厕所。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带了刚刚，我现在就不提醒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录影呢很棒，小朋友真的好优秀哦。那我们要欢迎下一堂的老师，唐诗老师、李老师，来把课本准备好，唐诗翻开，请翻开课本的，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说了，来课本的第几页来？我们看一下唐诗示范第几页。好，把刚刚的录影课本放到抽屉底下，加入唐诗放到课本上，翻开唐诗示范第几页？假装这一堂课是唐诗的，来第几页？第16页。好，翻开课本第16页。我们爱的鼓励来欢迎李老师，双手借给我，爱的鼓励。欢迎李老师，谢谢李老师。好。我们敬爱的团师，还有领任，还有讲师们，还有各位志工伙伴们，还有所有的工作前贤们，大家午安。讲师午安。好，我们非常谢谢吴老师。各位亲爱的前贤们，大家午安。讲师午安。哇，真的，就如同刚才那个吴老师所说的，我们真的磁场相当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呢，真的好认真，好认真哦。我在后面看了都很感动。那我想请问哦，各位前贤哦，就说，
师，所以我一个礼拜有6天的读经班，因为我乐在其中。那我今天要来谈谈，我非常高兴。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早上是来自于花莲，我好喜欢台南，为什么？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哦，我是台南人哦，所以我为台南人为荣。好，我们这边鼓励一下。真的是感觉好温馨哦，只能讲一句话说，回家的感觉真好，回娘家的感觉真好。尤其看到各位前贤哦，那么认真的样子哦，我是充满着满满的感动哦。那真的是。到台南哦，是从我们从花莲，然后台南到的时候，我心中就非常的高兴啊，那种就感觉好像是久别故乡，然后回到故乡那样子哦，感觉很开心，很温暖，而且内心还是充满着满的温馨。那我刚刚说到说，我一个礼拜有6天读经班，3天是学校，是2、3、5，然后社区读经班的时候是3、5、6，我就乐在其中。那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读经呢？就有前贤就跟我讲说，我一个礼拜6节太多了，能不能少一堂？可是我想了一下，我不管我跟着哪一堂，我都会很舍不得哎，因为小朋友真的是相当可爱，尤其在学校那真的是有满的感动啊！因为就想到学校，我现在在讲我教育的当中，我现在体会一个小故事好了。这个故事叫做南瓜王的故事啊。因为有一个很会在外国有一个很会种南瓜的南瓜大王，他因为在那个国度里呢，他们每年都会举办南瓜比赛，看谁种的又大又好又漂亮这样子。然后每年举办完后，颁奖完毕，他一定是总冠军。但是呢，这个南瓜大王他很特殊的，就是说，他每次颁完奖后，他都会送好几把的南瓜种子送给希望想要回去种的人。他是不是很